我为了你险些送了命，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炷香，不知道孩子们得没得手。晋王放心，这些孩子都是咱们精心调教出来的一流高手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吴师傅，你扮起平西王侧妃，简直惟妙惟肖。哼，这世上除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，就没有你武师傅扮演不了的人。倩影姑娘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要留在我琪儿身边了。若是被人发觉了，不仅会连累了我琪儿，还会伤害了姑娘的性命。不仅这扮相像，连声音和神态也一模一样。那我呢？我这石副将就不惟妙惟肖了？你呀，怕是连石秋红本人都分不出真假。太子不像易欢那丫头，每项技能都学得很到家。王妃，石将军，叶师弟已经得手了，咱们可以出去了。侧王妃石将军好。继续巡视。你们进去取货吧，我和倩影守在这儿。好，多加小心。当心有机关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好。
回去先解毒，再拿给你。好，走。有埋伏，我们中计了！快，围起来！爹，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不会是大师傅和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快撤！现在已经没动静了，可能碰到巡夜的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要不我进去看看？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，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打乱计划。好。晋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吴三桂，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！区调虎离山之计，岂能瞒得过吴三桂？怎么样？你们是想束手就擒，还是想再负隅顽抗？哼！现在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战场上。今天你手下兵将虽然众多，但想困住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冲出去！放箭！只许射腿脚，本王要抓活的。是。吴三桂拿进来！活捉他们，每人赏银千两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李定国、陈胜男，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，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枪队吗？吴三桂，今天算你赢了。你把他们全都放了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。我乃堂堂大明晋王，你把我押解诵经，交给康熙那个小皇帝，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，而且还可打消朝廷对你拥兵西南、伺机反叛的嫌疑。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大不了，我们就拼个鱼死网破。我临死之前，一剑削去自己的面皮，那我这颗人头可就不值钱了。就算你把我交给康熙，康熙也不会相信的。李定国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。这前明晋王，哪有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值钱呢？你若肯把你这个假儿子留给我，我或许还会考虑是否放了你。住手！还不让开！
你们可看清楚，这可是真的平西王侧妃，不是我们的人假扮的。爱妃，王爷，救我！李定国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竟敢挟持本王爱妃！你们若敢动秦氏一根毫毛，尔等一个也休想活着离开这平西王府！吴三桂，17年前，我李定国亲手射杀了我的爱妻，更亲手射了我刚出生的女儿一劫。我犯下了人伦大罪，天下人人都可啐我李定国的脸，都可以骂我李定国一声猪狗不如，唯独你吴三桂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你引狼入室，屠戮同胞，你是我大明王朝的千古罪人。李定国，我不与你逞口舌之力，你快快放了我爱妃！吴三桂，你有种也学学我李定国猪狗不如，今天你也一箭射杀你的女人，这样我们这些大明遗臣就被斩草除根了。你以为我不敢？王爷，住手！父王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认，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吗？妻儿，妻儿，青阳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我为了你，不惜挨了我父王50军棍，我险些送了命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！妻儿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你不惜牺牲一切的女人！你让父王放下剑。好，我这就放下。但你必须过来，拿起枪，当着本王的面一枪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不，青阳，我不想要你的命，你把我娘放了，换我来做你的人质，就让我父王一剑杀了我好了。妻儿，糊涂！妻儿你好糊涂，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边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放了我娘！妻儿，你疯了，快退回来！妻儿，放了我娘！吴应期，放了我女儿！放了我娘！爹，娘，女儿有一事相瞒。我和应期一见钟情，虽然彼此有缘无分，但却在心中默许了终身。我不得已劫持你娘，我愿拿我的命来赔你。不，千英，你犯糊涂啊！千英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放了我娘，我也把你放了，我们一命换一命。晴儿，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不，晴儿，晴儿，你放了我娘！吴三桂，你快放了我们，不然我就和你的儿子同归于尽！王爷，吴三桂，现在你的女人和你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上，我李定国一言九鼎，只要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们还给你。
让他们走。王爷，走。撤！撤！爹，你有没有止血止痛的药啊？止血止痛的药，爹是有的，可是不能给这个小奸贼用。爹，可是他是为了女儿才受的伤啊！那是他活该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跟他爹一样色迷心窍。娘，你相公，晋王答应吴三桂，要保证他们母子平安的。晋王只是说要保他毫发无损，并没有说要帮他治伤止痛。爹，怎么了？我恨不得他的血流干而死，可惜啊，小伤死不了。千阳，我没事儿，我也不疼，你别担心。撤！千莹，人家平西王府的侧妃和二公子，平时山珍海味都吃得厌了，咱们这些带腥骚气的野味儿，人家怎么能看得上眼呢？大师父，他们母子和吴三桂不同，况且他们还救了我们的命。我们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过分？千莹，你太善良，跟这种假仁假义的人相处，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当年，要不是吴三桂用我妻女的性命要挟我，我也不会一箭射上楼的发起。父债子偿，没什么过分的。吴师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倩影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你吴师傅全家老小是怎么死的？是吴三桂认贼作父，引清军入关，他们全死在清军手里。现在我打他儿子几下，难道过分吗？儿子，师傅，师傅，求你们不要再打我儿子，要打就打我吧。我叶明章，向来不打女人，但是你儿子我就没办法了。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？那好。你骂吴三桂一句是畜生，是禽兽，是大汉奸，我就不打你。骂呀，骂吴三桂！师傅，爹，装什么英雄好汉？你们要打就打吧，就当是我替父王还债。还装深明大义。你就是这般乔模乔样的，把我女儿的心给骗了过来。你这狗杂种！爹，您忘了，女儿的脸还是吴应奇给治好的。他若是真骗了女儿的心，女儿也心甘情愿被他骗。你，相公，到底骂还是不骂？骂吴三桂！不是，师傅们，你们若还想撒气，就出倩影来吧。四师傅，吴师傅，
咱们辛苦了半夜，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吧，保留一点体力。小子，今天我们暂且饶过你，但是你得给我记清楚，哪天我们几个手痒了，就有你好受的。我们大家吃饭吧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也不饿，都是我娘。娘也不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快回去吃吧。